身上有股异味。嘘，你疯了吗？说这样的疯话，你还想让大王看上你？那假如有人问起，姐姐该如何应对？就说什么都没闻到。你等退下，后面的上前来。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你小女子尚蓉儿，拜见大王。何故离寡人那么远啊？大王神武，小女子敬服。上前来。再上前来。寡人问你，你可闻到什么气味没有？说话呀，闻到没有？香味儿，整个大殿都是熏香的气味。哼，还磨叽什么？别耽误了别人的好时辰，快走吧。你民女圆珠，洞庭人士，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长得果然不错。你老实的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寡人身上什么气味没有？寡人身上的气味，你说没有，那你为何憋着气，连话都不敢讲？下去。你小女郑秀，拜见大王。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？是的，小女子真真切切地闻到一股气味。闻到了什么气味？一种特殊的气味。特殊？一种大王身上独有的气宇轩昂、动人心魄的气味，一种让天下男人都黯然失色的气味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来，寡人身边来。是大王。听你刚才那般讲，你是喜欢这个气味了？闻到这股气味，小女子情不能已。你当真喜欢吗？今日寡人见了那么多个，只有你最合寡人的心意。来，寡人赐你杯酒喝。谢大王。来。大王，这里青山绿水的，真是个好地方啊。青山再好，好不过你秀色可餐。大王，大王，
母后何事？今日祭奠先王，要焚香奠酒，礼拜插礼。公子公主们要站到前面，嫔妃要按照位分排到后面去。爱妃，委屈你了。反正这种事情，我也不愿意站到前面去。夫人怎么了？啊，轻点手都红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你看都成这样了。别怕，我有办法。好疼啊！夫人，您再忍忍。这是大蝎子草，蝎子咬人比蝎子还厉害的一种草。当年我娘亲就是被这种草给害苦了。你娘亲也是宫里人呢？我娘亲是相妃，早就过世了。你也是公主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在这种鬼地方？父王过世后，魏后罚我和弟弟在这里给父王守灵。好了，这草清热解毒，再过1-2个时辰，你的手就没事了。谢谢妹妹古道热肠，来日郑秀有机会，必会投桃报李。不用放在心上。大王祭礼，拜！起！大王奠酒。月妹妹，是月妹妹吗？舒姐姐，月儿正想找你呢。月儿好久没有看到你了，月儿好想你啊。是啊，见你好难，我适才也到处找你呢。我刚好给一个面生的姐姐帮了点忙。那人是郑秀，这几年新晋的嫔妃中最受大王宠爱。去年生了位公子，大王将他提了南后的位分。不过母后很不喜他。宫中女子，除了你，有谁还能让魏后欢喜呢？宫中的姐妹也就属你最倔强，有的人可会讨母后欢心了。我正在尽力说服母后，让你和米荣回宫。听说屈原大夫也在想办法，你还不赶紧把嘴巴变得甜一点儿？月儿不会变，也不想变。回宫有什么好的？你看这儿，天宽地广的，多自在啊！就算你不想回宫，你也不替米荣着想。米荣已经10岁，他不能总在这陵园守灵啊。你们在这个地方，像庶民一样无声无息，野生野长，诗书礼乐射御全都与你们无缘。将来米荣总要走到人前去的。若是没有封号封地，他成人以后如何安身立命？再拜。起！退！众公子祭灵。
开始了，舒儿哪儿去了？再拜。母后，婴儿适才看到有人硬把舒妹妹给叫走了。何人这样无礼，耽误了祭奠时辰？先王是要怪罪的。母后说的甚是，那人啊，本来就不曾受过教化，不知礼义廉耻。但婴儿最担心的是，万一他带坏了舒妹妹。退！你们在这儿有肉吃吗？好大的胆子！母后，韦后，多年未见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芈月不知做错了何事，让魏后震怒，还跟我顶嘴，跪下！你自甘堕落罢了，还竟敢教坏我的舒儿！母后，此话从何说起？你可知今日来先王陵园做什么？时辰是已经算好了的，祭奠已经开始。你不在先王那儿尽孝，反而跑到这儿来跟芈月混在一起。舒儿忽略了时辰，是舒儿的不是，求母后不要责怪月儿。尽粮者会，尽鱼者吃。若不是这个丫头，你何尝这样不知轻重？母后，我拜见韦后。月公主若是有何差池，都是奴婢的过错，望韦后恕罪。我跟公主们说话，什么时候一个奴婢可以随便过来插嘴？贵贱有别，公主是贵重人，即便是出了过错，责罚也该由奴婢承当。来人，在。把这无礼的奴婢拉下去，打20杖。是。月儿，放开姑姑！放开姑姑！月儿，月儿，韦后，魁姑是奉先王之命来照顾弟弟和我的，一向循规蹈矩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念在他年纪大了，受不起这20杖，望韦后饶过魁姑。母后，求你放过魁姑吧。即便是先王之名又如何？先王仙逝多年，那些曾在先王身边待过的阿猫阿狗，以为可以永远得到先王的庇荫？都是月儿的错，都是月儿的错，请韦后责罚于我，放过魁姑。他是奴婢，待你们受杖那是本分，你们还为了他自请责罚，真是失了体统。好了，祭奠时辰不等人，你们赶快起来，马上到先王的灵前奠酒焚香吧。放心吧，这20杖击杖之伤不会要了我的命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姑姑挨打。傻孩子，这跟你有何干系？不管有没有理由，他都会给这个下马威，这叫杀威棒。我恨他。不，月儿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呀，不是恨，是忍。忍到几时？忍到我们回宫。那个女人，姑姑心里清楚，你娘亲和举姬都死在她的手里，她巴不得你们在这儿自生自灭。你们一定要抓住机会，让宗室朝臣们留意到你们还活着。只要能回宫，在宫里熬上几年，等蓉儿分封了，我们就能平平安安的跟他到封地去了。月儿明白了，为了蓉儿，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一定忍。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臣妾拜见大王。爱妃免礼，你可知道寡人有多想你？拜见大王。大王累了一天了，臣妾备了点薄酒，给大王解解乏。爱妃不忙。爱妃，你可知道？下去，下去。是。爱妃，
自从上次你跟寡人游戏，捉住了寡人，即便是在朝堂之上，只要寡人想起了你，那都是心惊摇曳，难以自持。今夜换寡人来捉你如何？哎呀，大王，大王，你先别急，臣妾有些事情想问问你。快问快问。臣妾问大王，你对芈月和她弟弟今后有何打算？今日真是奇怪，屈子来向寡人提议，想让那芈月、芈容回宫受教，母后呢就坚决不同意。现在你又来问寡人，为何呀？在陵园时，芈月曾帮助过臣妾。哦，臣妾觉得这件事情，母后就是太过于小气。听说芈月和她弟弟在陵园已经守了6、7年，就算是给先王守陵3年，这时间也够长的了吧？如果大王的骨肉手足长期流落在外，不受6艺之教，太失体统，传出去岂不成为世人的笑柄？爱妃所言极是，那就依爱妃的意思，让他们回来。大王这是答应了？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大王重情重义，臣妾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等一会儿寡人捉到了你，自然会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来来来，给寡人蒙上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哎、大王，我在这儿呢。大王，你快来呀！哎，哎，拜见为后。起来吧。大王有令，让你等回宫。芈容由魁宫侍候，入住云梦台。芈月进高堂台，给舒公主作伴。我思量你虽然不通琴棋书画，但粗活应当不错。以后记着，日日把这大殿的台阶给我清洗干净，然后拔草扫院子。再有功夫，就要悉心照顾舒公主的起居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戴瑁，好好训导他，让他懂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这擦地的活姑姑帮你干。回宫记性这么坏呀？才几日就忘了那顿杖责了？姑姑，你带蓉儿回去吧，这点活我干得了。月公主，在奴婢这儿可别想偷奸耍滑，好好干活吧。回去吧。为后，舒公主戴这只金簪如何？那这只呢？好啦，今日习练少司命祭舞，时辰都要到了，戴哪个不一样啊？就它吧，快点儿。随他吧。月儿，月儿，姐姐，快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管他哪里，走就是了。快走。月公主，台阶擦干净了吗？已经很干净了。可上面明明还没擦。我说干净就干净了。舒公主，微后有旨，月公主不需要习练祭舞。那母后也没有下旨说月妹妹不许看本公主习练祭舞吧？走。你老牵着她干什么呀？带宝官出去溜溜，别老戳在我眼前。是。夫人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在魏后那里用的晚膳，原本要来咱们兰桂台的，但魏后说赵姬怀孕，多日不适，硬是逼着大王去了赵姬处。
昨日大王就去了赵姬处，今日又去，也不知道魏后收了赵姬那个小贱人多少好处孝敬，天天袒护他，处处与我作对。去，差人告诉大王说公子兰病了，我看他来不来。是。你真以为这有黄连？大王宠信郑袖，前不久让人出去搜集了许多隐都很少见的花草，都移种在这里，据说不乏药材，咱们可以试试。去看看。走。你看看，这园子里多少难得一见的兰花香草。可惜郑袖是个俗人，这些花栽在这儿真是白糟蹋了。夫人，魏后来了。怎么搞的？大王没来，他却来了。扶我。是。拜见魏后。拜见魏后。我听说公子兰病了，难道南后也病了？南后连日照顾公子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心力交瘁。身为后宫嫔妃，就算儿女有疾，也要衣着鲜洁整齐，不可任意放纵，不顾妇容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前几日母后教训臣妾，让臣妾动不轻狂，笑不露齿，衣着简朴。臣妾就是按照母后的意思做的。我说的是这意思吗？大王到！拜见大王。母后。大王，子兰病了，臣妾只顾悉心照顾孩子，蓬头垢面，实在有损嫔妃的身份，请大王恕罪。爱妃快请起。大王，看着爱妃如此辛苦，寡人很是心痛。是谁说爱妃有罪啊？何罪之有？母后正在教训臣妾，是臣妾的不对。后宫佳丽众多，大王这等疼法，只怕是疼不过来吧？母后教训的对。本来听说大王要在赵姬处留宿，让大王这样匆匆赶来，臣妾的罪过就更大了。子兰到底病得如何？刚才让太医看过，子兰体弱容易积食，需要时时小心照料。带寡人看看去。大王请跟我来。瞧，水会五味子，它浑身是宝，能祛风活脉，调气止痛，清肝明目，果子成熟后还香甜无比。既然如此之好，咱们就带回去给魁姑，这也算物尽其用。好啊，摘下来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。玉儿，快来！黄连，这叫梨，也叫野灰菜，可以做汤，可以烹菜。尽管它的叶子和黄连极为相像，但味道却是很鲜美的。玉儿知道的真多。也许今日咱们白来了。再找找。有了，黄连，这就是黄连。快把根挖出来。
我忍着，他一刀，不是难事儿。侍卫来了，被他们抓住可是大罪，快跑！小心点，小心！站住！快走！你承认敢擅闯兰桂台？在下太子伴读黄歇。带走！大胆黄歇，你身为太子的伴读，竟然做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若真的偷鸡摸狗也好，为何把园子搞得一塌糊涂？我倒想听听你的理由。是黄歇做的，就是黄歇做的，没有理由。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难不成跟我这园子有仇，跟我的宝官有仇？哎呀，黄歇啊，你要是这般死硬，就不要怪寡人对你不客气了。来人！大王，有人来投案自首，说大王抓错了人犯。什么？投案自首？带他进来。是。月儿，你来做什么？今晚发生的一切，都是芈月所为。望大王、威后、南后，责罚芈月，不要错怪皇公子。不要听芈月胡说，此事是黄歇一人所为，与芈月无关。狗是我打的，花草是我采烂的，你是一边看热闹的。侍卫抓住的是我，谁看见你做了？好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黄公子是出了名的谦谦君子，将这糟蹋花草、打狗之事由他一人承揽，说什么我都不信。芈月向来刁蛮无礼，这倒是像他的做派。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有人招供，也算是有了眉目。至于怎么处置，芈月是罪魁祸首，从陵园回宫才多少时日，就将后宫搅得鸡犬不宁。大王要以一警百，严惩不贷，以免他带坏了后宫的公子公主们。至于那黄歇受人蛊惑，不懂礼法，也该给他点教训。母后所言极是。大王，敢问大王，这兰桂台是何人的寝宫啊？爱妃，你是说笑呢？这兰桂台自然是爱妃你的寝宫啊。那大王为什么不问问臣妾，该如何处置闯入自己寝宫的人呢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倒要问问，你想要如何处罚这闯入你寝宫的人呢？月妹妹，你这淘气也淘得太过分了。我与你打赌，说你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我的后花园摘我花草。我说不信，你不仅动真格的，还找来黄公子做帮手。然后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看我怎么罚你。芈月任性不懂事，任凭南后姐姐打骂。大王，你看看你这妹妹，娇嫩的跟朵花似的，我哪舍得打她骂她呀？你呀你俩怎么还不起来？真打算在我这跪一夜呀？此事不能就这么了结了，以后后宫还有没有规矩王法了？母后，这都是自家人，这规矩王法不都是大王一句话吗？大王，你得给臣妾做主，我要芈月和黄公子给我的宝官赔不是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芈月、黄歇，一会儿给宝官赔不是。大王，大王，这园子是爱妃的，宝官也是爱妃的，您说这事儿该如何了啊？这个园子是爱妃的园子，宝官也是爱妃的宝官，这件事情自然是爱妃说怎么了，那就怎么了了。谢大王。不成体统。外面天黑路滑，请母后慢走。哎呀，你这个蜜罐子！你们俩还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？谢大王。谢大王。谢谢大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要怎么谢我呢？
等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怎么没出去啊？站住！你俩与我说实话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到我的园子里究竟干什么来了？芈月有一至亲病了，需要一味草药，正巧这草药长在了南后的园子里。哼，又是草药。你芈月真当自己是扁鹊在世呢？南后宽宏大量，我才不宽宏大量呢！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幸亏我的宝官生得不重，否则你们……谢南后，谢南后，你俩给我记住了，今日之后，你们可是欠着我的，自求多福吧。绿叶惜素枝，绿叶惜太素子枝。公子歇，门外有一公主要见你。月儿，月儿，是殷公主。皇公子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感激殷公主挂牵，不知殷公主找子歇有何贵干？上次在后花园看到公子把玩软鞭，技艺娴熟，那软鞭更是模样稀罕，猜公子定是用鞭的行家里手。俗话说，好刀配好鞘，好马配好鞍。我这里有块上好的玉髓，如嵌在鞭柄上，正配得上公子的鞭子。你看看这块玉髓，是否合公子的意？这块玉髓是我母亲当年出嫁时的陪嫁。楚国尽管富庶，宫中宝物无数，但像这样好成色的玉髓却是不多见的。多谢殷公主厚爱，只是此物过于贵重，子歇绝不敢领受。更何况是你母亲所赐，理应珍惜，怎可随意送人？这也是本公主的一片心意。无功不受禄。太子还有事传唤，子歇先告辞了，多有得罪。公主是否即刻回宫？皇歇，刚才竟然把我当成芈月。依灵儿看，公主和月公主的背影还真有几分相像呢。你这种半吃半呆的婢子，要你在身边有何用？去，回去。公主，你又偷着跑出来跟我去看小雨，若让魏后知道了，说不定要怎么责罚。好不容易才弄到出宫服，等到下次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不过就是给永香令白做2套衣服，什么何年何月？葵姑的眼疾，用药这些天可有好转了？大好了，好像突然看阳光都亮了许多，穿针引线别提多顺手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松手！怎么回事？松手！快松手！下去看看。打你了！臭要饭的，快松手！松手！松不松手？哎，别打！哎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舌头若不在，岂能说话？若是人好，好。葵姑，他是死了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不过看这个人的样子，真怕是伤得不轻。葵姑，我们把他扶上马车。月儿，这个人满身是血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扶阳小冉的正脖那里，我记得有伤药。
带了些绣品来。啊，对，这是上次卖绣品得到的钱，你且拿着。用不了这么多，我拿走一些，去补贴云梦台的用度，剩下的留给你。你抚养小冉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要帮我卖绣品，这就见外了。你的针线是绝好的，每次拿到集市上，这个也抢，那个也要，不一会儿就卖光了。那这些东西仍要劳烦郑伯啊。只是有一事要牢记，千万不可说是宫中流出来的。那是当然。月公主大小也是个公主啊，宫中清苦，竟移之于私。多亏了你这用心思补贴。不必多说了，这几个孩子命苦，待我又孝顺贴心，我恨自己只有一双手，贴补不了那么多。姑姑，这个人醒了。月儿，先生是何人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叫芈月，这是葵姑，这是我的弟弟小冉，这是郑伯。哎，先生，别动。恕在下不能失礼了。不用，不用客气。先生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张仪。两位令尹朝阳门下的门客。朝阳丢了和氏璧，因我一伤寒酸，硬赖我偷盗，百般拷打。谁料到张仪本是个绝世之才，我一块破石头差点丢了性命。和氏璧，就是那个自生泥光，冬如暖炉，夏如冰，能护身辟邪的至宝。你们觉得它是个宝物？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同为偷盗，却有大小之分与礼数之分。都知道朝阳心胸狭窄，为人多疑，触怒了他就如同找死。何况世人都是先敬罗衫后敬人。张子受了委屈，不如在这里暂时栖身养伤。是啊，我张仪身无分文。你看我们像有钱人吗？不过先生的衣裳实在过于褴褛，我和葵姑倒是可以为先生做件新衣。一件衣裳难死了张仪呀！我本打算凭着真本事来打天下，如今我清楚了，大争之事，人心险恶，能随机应变，能屈能弯，方有胜算。老天有眼，还给我留了一条3寸不烂之舌，凭它，今后我一定说出个天下。说出个天下。姑姑，这个人大约是被打傻了，坏了脑子，所以他才比别人更可怜。月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好。小冉，这2卷《左氏春秋》留给你看，你要争气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小冉知道了。郑伯，这位先生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先生，我和葵姑就先走了。楚国的道路似乎比我们秦国要宽阔些。楚人好乘车，我秦人好骑马。马车行驶的道路自是比驰马之路要宽阔。也是，我们一路行来，看到楚国的马车和我们秦国的马车确实如此甚为不便。如果将来能够统一车轨，从我大秦修一条驰道，横贯魏国，直通楚国，岂不快哉？王兄此言大有深意，这是要一统天下呀。只是眼下，首先要对各国各个击破。
他们楚国可以许给别人好处，我们也可以，不就是比谁给的甜头更大吗？可是寡人却是个只爱吃甜头，又不想给好处的人。那王兄如果娶了楚国的嫡公主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只是臣弟担心，万一那嫡公主长相丑不堪，放她在后宫，从此与寡人两不相干。好了，楚离子，你我也许久未动了，如此可放放马力，看你我所乘之马哪个更健俊。王兄若有此幸，臣弟哪敢不从命啊！去！舒妹妹，你看好看吗？嗯。姐姐，一会儿就好，别怕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醒醒！月公主怎么办呀？舒儿，你还疼吗？好多了。禀报微后，舒公主虽说受了伤，但并无大碍。要说舒公主也是有福之人，若不是月公主及时将毒血吸出，再用牛舌头草敷在伤口上解毒，恐怕真要费一番周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今日亏了月妹妹去取东西，路过后花园，舍命救了舒儿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软鞭也碍眼，谁知今日倒还派上用场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儿有心，以后就让她守在我舒儿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珊瑚在，一会儿到我那儿拿几件衣服赏给芈月，看她穿的，哪像个公主，简直就是个野小子。是，母后，月妹妹穿成那样也是迫不得已。她每日擦地、拔草、扫院子，还能穿什么像样的衣服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她好，想让她历练历练。既然擦了那么长时间地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玳瑁，让她以后跟着舒公主多学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姐姐，来。3月后是宫中的祭祀大典，那件用作少司命祭舞的礼服就快做好了。我纠缠母后多日，她才允诺我可以去宫外的织坊看看那件礼服的模样。你与我一同前去，等过几日礼服做好了再看，岂不更好？谁真想看那礼服的模样了？自从被蛇咬了，日日关在屋子里养伤，闷都快闷死了，
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说起来，脂肪仍是无趣。若要透气，还不如去脂肪边上的东市，那里稀罕东西可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母后能让我出宫已实属不易，而且她特别叮嘱，说近日郢都不大太平。出什么事了？一些越人故意滋事，越人最记仇了。父王伐越时杀了他们的越王吴江，其遗民四散各地。这2年，他们又出现在郢都，屡屡滋扰生事，很令人头疼。你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一出门就碰上越人，何况越儿的鞭子也不是吃素的。那就算没有越人作怪，母后派了那么多人跟随，想去东市，恐怕很难。这有何难？只要姐姐让绿萝去准备2身寻常女子的衣裳就行了。让开！快点！哎呀，这是哪位公主啊？这阵势，该是狄公主吧？姐姐，我们会在脂坊耽搁1、2个时辰，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吧。是。是，2个还都是美人呢。姐姐，快走！难怪人人都说楚国富庶，这里的确比秦国繁华。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摩肩接踵。臣弟还是更喜欢咱们秦国的集市，遵规守纪，慢着点儿，井然有序，哪像这里混乱不堪。说的也是。哎，都来看一看了啊！不过呀，做生意还是人多了好。哎，说起生意一事，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庄，是诸国狄公主当中难得的美人啊。看来寡人运气不错。不过这秦楚联姻，还需要相宜之人搭线才能成功。王兄说的是，数年前，我与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国相遇，也算是旧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诛求无厌，不妨先用他做庄买卖。大白兔，这是兔子，兔子啊！看着胡了套，知道啊？咱们到前面再看。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2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啊。多东西啊！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；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。这边更好。什么呀？哎，快！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。
老伯是支援手，老伯是……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啊！这边，捡起来。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族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舒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自动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告辞了。走。恭喜王兄。哎，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见那女子自称舒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。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舒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还好有惊无险，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、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明明是姐姐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。死丫头！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
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禀报大王，何事？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眼下诸国均派使臣以联姻的名义前往楚国，他们企图在郢都会盟，共同对付我们大秦。真的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来者不善，需多加提防才是。没什么可慌张的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寡人还要多住几日，想办法多得到一些楚国的文化典籍、刺绣、养蚕等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招揽楚国的英雄贤士，娶到楚国的嫡公主。寡人要布一盘好棋，一步一步的走。这先走哪一个棋子呢？你打算修一下胡子吗？我，臣弟敬谢不敏。屈子，你可知秦王嬴驷已到郢都？是。一边是3月之后5国使者即将到来联楚抗秦，一边是秦王嬴驷已经抵达郢都，要与我大楚联姻。屈子，你看此事当如何是好啊？大王，值此合纵抗秦之际，臣以为大王当即刻将其驱赶出境，向诸国显示大王抗秦的决心。大王，屈子所言万万不可。秦王为求亲而来，愿娶我大楚公主，结姻亲之盟。秦王曾言道，7国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只有秦国与楚国，秦楚联盟，退可震慑5国，安定城邦；进可并吞5国，平分天下。由此可见，秦王对我大楚心怀友善。秦王来我郢都，若寡人直接将他驱赶，未免有些不讲礼义了。大王，乱世之中7国争雄，我楚国与秦讲礼义。若有朝一日大王与秦王逆位而处，那秦王未必会和大王讲什么礼义呀。你是在诅咒大王日后会被秦国所擒吗？臣未有此意。然秦王乃虎狼之辈，大王切不可姑息养奸呐。大王，2国交兵不斩来使，更何况楚国和秦国并未闹翻。5国推举大王为合纵长，那是因为我大楚强盛，更是因为大王道德楷模。若大王对秦王做出败礼负义之事，那岂不为全天下人所耻笑？如今是争雄之势，礼位之崩，乐位之坏，众人都不讲礼义诚信，然我大楚一直礼义为先，驱赶秦王以人口实，是寡人平日所不取的。大王，3个月后5国使臣将至郢都，此事皆是据闻。秦王就在郢都，自然不会不知。皇公子恕罪，燕儿对人一贯以诚相待，不愿皇公子被他人蒙骗，却浑然不知，所以只得实情相告。多谢嬴公主以诚相待，可是我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别人就别枉费心机了。